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財經大排檔。一間餐廳生意明明好旺，點解要賣走自己間鋪？一筆貸款背後明明有物業抵押，點解銀行都寧願打折將收債權轉手？表面上一邊係麥當勞賣鋪，一邊係匯豐協助研究處理恒生一批風險較高嘅香港商業房地產貸款。兩件事好似冇關係，但背後其實計緊同一條數。今日最重要嘅未必係你名下有幾多資產，而係有需要嗰陣呢啲資產幾快可以變翻現金。今集就由麥當勞、銀行一路講到小業主、中小企，甚至普通打工仔份工。先講麥當勞，最新一宗成交係深水埗欽州街一個自用多年嘅鋪位，大約以9300萬元易手。麥當勞早喺1988年連同旁邊另一個鋪位，以大約1400萬元買入。旁邊個鋪幾年前已經賣咗，兩次合共套現大約1億1600萬元，帳面升值超過1億元。更加值得留意係鋪位賣咗之後，餐廳唔係拉閘走人。相關租約可以延續到2036年，業權雖然轉咗手，但麥當勞仍然可以用租客身份喺原址繼續營業。綜合市場資料，麥當勞近年最少已經出售10個香港鋪位，累計套現大約8億8千萬元。呢個畫面唔係生意做唔住，所以要賣鋪。相反，呢啲係持有多年已經大幅升值嘅資產。正正因為件資產仍然值錢，企業先至可以將鎖喺磚頭入面嘅價值一次過變翻現金。財經上呢類做法通常叫售後租回，英文係 sell and lease back， 意思係將物業業權賣俾新買家，再用租客身份繼續使用原本個鋪。企業失去咗業權，但換翻大筆可以立即調動嘅資金。呢種做法亦帶有輕資產策略嘅特徵，集中資源做本業，而唔係將大量資金長期壓喺物業入面。以前公司可能覺得自己用嘅鋪最好由自己擁有，唔使交租之餘，鋪價升咗又有着數。但今日企業開始問另一條數，如果一個鋪值9000幾萬，而公司真正需要嘅只係長期使用個位置，咁繼續將9000幾萬鎖喺業權入面，係咪真係最有效率？賣走業權之後，企業當然要承擔租金、租約條款同埋將來未必可以永久留喺原址嘅風險，但換翻嚟嘅現金可以用嚟翻新餐廳、開新店、改善科技系統或者投放去其他業務。所以賣鋪唔一定等於睇淡香港，有時只係企業重新計過，發現保留做生意嘅位置比長期揸住業權更加重要。銀行嗰邊計緊嘅又係另一條數。有報道指，匯豐近月正幫恒生揾人接手一批風險較高嘅香港商業地產貸款，亦已經俾部分潛在買家睇相關資料。截至2025年底，匯豐集團香港商業房地產第三階段貸款大約63億美元，當中恒生佔約34.7億美元。所謂第三階段貸款，簡單講就係銀行覺得呢筆錢開始有機會收唔足，借款人未必可以照原定計劃還清，所以銀行要預先喺帳目上承認可能出現嘅損失。但有一點要講清楚，34.7億美元係恒生整體相關第三階段貸款，唔代表今次全部都會出售。實際推出市場嘅組合有幾大，暫時亦未有正式公佈。報導指潛在買家希望有較大折讓，所以談判未必容易。匯豐就回應，支援客戶仍然係首要工作，調整貸款組合屬於審慎風險管理下嘅正常做法，所以呢件事唔應該被演繹成匯豐或者恒生出事。真正值得留意嘅係，連銀行都開始重新計數，繼續等借款人慢慢重組，一路投放時間同資本，係咪一定比今日接受折讓更加着數？去到呢度就係今集嘅大排檔小知識。銀行賣債權究竟賣緊乜？假設銀行借咗1億俾一個商場業主，背後有商場做抵押，銀行手上真正擁有嘅唔係間商場，而係要求借款人按照合約還翻本金同利息嘅權利。如果借款人開始還款困難，銀行可以同佢傾延期、改還款安排，或者重新制定還款計劃。去到最壞情況，先至可能接管或者出售抵押物業。但銀行仲有另一個選擇，就係將呢筆貸款轉手俾基金。基金未必肯用1億去接，可能只願意出7000萬或者8000萬，因為基金接手之後，仲要自己追數，同借款人傾重組、處理法律程序，甚至等幾年先收得翻錢。所以個折讓入面唔單止反映物業跌咗幾多，當中仲包括時間成本、法律成本、融資成本，同埋最現實嘅麻煩成本。基金出價越低，先越有空間承受將來可能出現嘅風險。不過1億貸款用8000萬賣，唔代表銀行一定喺賣出當日先蝕2000萬。借款人可能之前已經還過部分本金，銀行亦可能早已經做咗撥備。
所謂撥備，即係銀行預先喺帳目上承認部分錢可能收唔足，所以真正要比較嘅係出售價同當時扣除撥備後嘅帳面值，而唔係單純用最初借出嘅本金減出售價。銀行平啲賣，主要係早啲確定收得翻幾多，換翻現金，同時將之後繼續追收，等待同處理抵押品嘅風險交俾基金。以上只係方便理解嘅假設例子，唔代表今次恒生相關貸款嘅實際出售價或者折讓。咁麥當勞同銀行真正相同嘅地方係乜？麥當勞賣走一件升值咗嘅資產，換取可以立即調動嘅現金；銀行研究賣走有抵押品嘅債權，就係希望得到一個比較確定嘅回收結果。兩邊都唔係因為件資產完全冇價值，正正因為有價值，先至有人願意接手。但價值鎖喺資產入面，同價值已經變成現金，從來都係兩回事。鋪位帳面值1億，唔代表今日一定有人用1億同你接貨。貸款本金1億。亦唔代表銀行最後一定準時收足1億，中間差個字就係流動性、時間同不確定性。咁係咪代表現金一定好過磚頭？又唔可以講得咁絕對。麥當勞賣鋪之後要承擔租金同租約風險，銀行折讓出售貸款就可能將部分損失正式鎖定。如果銀行之前已經做足撥備，賣出當日未必需要再承認同樣金額嘅損失。相反，如果將來物業市場大幅翻身，接貨基金亦可能成為最後賺得更多嗰一方。所以呢個唔係有磚頭就弊，有現金就醒嘅故事。每一個持有人都要重新比較，繼續持有有幾多回報，期間要承受幾多壓力，同埋需要用錢嗰陣仲能唔能夠退出？點解呢條數今日特別重要啊？因為商業物業最大問題未必係完全冇租客，而係租金、估值同銀行貸款三條數開始行埋。租金可能只係跌1成，但係估值可以跌得更多。物業仍然有人用，借款人亦未必即刻斷供。但去到貸款期滿，銀行可能由以前肯借8000萬變成而家只肯借6000萬，業主就要突然自己揾錢補翻銀行，唔肯再借嗰一截。匯豐年報提到，非住宅物業供應過剩，持續向租金同資產價值造成壓力，商業房地產相關信貸損失支出亦有所增加。香港銀行業總分類貸款比率由2021年底嘅0.89%升至2025年底約2.01%。不過金管局同時強調，銀行資本同撥備仍然充足，整體風險仍然可控。所以問題唔係銀行體系突然出現危機，而係銀行對每一筆商業物業貸款都會計得比以前更緊。小業主最需要留意嘅未必係今日股價升跌，而係下一次續貸。租鋪做生意嘅人可能有更多空間傾租，但亦可能面對銀行收緊貸款。就算你自己冇買鋪，呢件事亦可能關你份工事。當公司要將原本用嚟開分店、請人或者加人工嘅錢拎去填補融資缺口，最後可能變成縮開支、減少擴充，甚至影響飯碗。市場當然有兩派睇法，有人認為優質地段、穩定租客同低槓桿物業長遠仍然有價值，另一派就認為真正要打破嘅係只要長揸就唔使計數呢種心態。所以今集真正要問嘅唔係磚頭同現金邊樣好啲。麥當勞賣走業權，但保留做生意嘅位置；銀行研究出售貸款，就重新計清楚，繼續等落去係咪仍然划算？但普通小業主冇咁多空間。如果成副身家都壓住喺一個鋪，租客一走，估值一跌，銀行一收緊，可能連等市場翻身嘅時間都冇。真正穩陣嘅未必係單純擁有最多資產，而係槓桿唔好太高，現金流頂得住。香港今日最值錢嘅未必只係磚頭，亦唔係將所有嘢變晒現金，而係你手上嘅資產、債務同現金流，仲容許你喐得、等得、走得。今日嘅內容就去到呢度。如果想睇我哋嘅其他影片，可以留意屏幕上嘅推介，記得訂閱呢條頻道、讚好同轉發呢條影片。呢度係財經大排檔，我哋下次再見。